今次賣嘅好似係咖啡包，係咪？咖啡包啦，跟住睇下我哋嘅檔口設計啦。今次真係好有特色啊！將我哋 Monday、Tuesday、Wednesday、Thursday 去到 Sunday，我哋有7日，跟住7日唔同嘅口味。好高興可以訪問到我哋最喜愛嘅銷售員，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下攤位嘅王牌產品係啲咩咧？當然可以，其實我哋今次嘅王牌產品係掛耳咖啡包啦。其實靈感係嚟自我哋今年度開幕嘅 Cafe Aurelia， 學校提供咗一個場地啦，俾學生學習點樣沖調咖啡。唔單止令我哋嘅同學可以喺空閒嘅時間享用一杯美味嘅咖啡，亦可以浸入喺一個英語嘅環境當中，如放鬆於學習。今次嘅經驗啦，讓我哋親身實踐到 Econ BAFS 中所學嘅理論，而且都增強咗我哋嘅團隊合作能力。我哋喺研究產品嘅時候，亦都要分析一下時下嘅趨勢，結合消費者嘅愛好以及佢哋嘅需求等。